Hello，大家好。咁我今日咧就第一次直播啦。咁今日咧第一次直播咧，咁我咧本身咧就揸緊呢個咧就係屬於係精華油啦，係屬於按摩嘅。咁呢個精華油咧係有咩用咧？佢係淋巴調控精華油。咁呢個咧係150ml嘅。咁佢呢個精華油咧係屬於按摩啦。係任何男女都適合用嘅。咁其實咧，呢個咧真係幾超正嘅。你任何時間你都可以用嘅，你唔使話一定要去到按摩店度啊，你喺屋企你都可以做嘅。咁佢有咩功效咧？佢功效咧就幫你通淋巴啦，同埋去水腫啦，真係超去水腫。同埋佢係幫你針對你啲面部啊，全身可以幫你美白啊，或者啲胸部啊啲功效啊，同埋佢提升你免疫能力，同埋改善你啲淋巴水準啊、血液循環，同埋咧呢個咧佢特別咧好處咧，佢係用天然嘅，天然同埋咧你搽落去咧佢係濕溝咧力個強度比較好嘅。咁我覺得咧點解咧我會介紹呢個咧？因為你香港嘅天氣問題啦，你有潮濕啦，同埋有啲人咧通常咧都有啲水腫啊嘛。咁呢依個咧，依個淋巴去水腫嘅話咧，真係超好用。咁佢你試用方法時候咧，你就滴2至3滴，搽喺個手搽喺面部啦。咁啊面部咧由下向上咁搽。咁你可以搽完之後，你可以喺面嗰度由內至向，或者你可以全身搽都得，局部搽都得。咁你搽時候咧，你會感覺會輕輕地嘅，其實冇問題嘅。你可以沖完涼搽都冇問題，或者你之前搽都冇問題。咁佢依個咧係天然嚟嘅。咁佢依個咧注意啦，即係大家分享啦。咁佢依個咧佢成分就有薰衣草啦，同埋花茉莉精油啦，同埋依蘭精油啦，同埋秋花油啦，同埋佢依個咧法國個品牌嚟㗎，佢法國品牌就係精華油、淋巴周控精油，150ml，580，150ml，150ml，580。